敬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哎呀，怎么啦？啊那有去啥对无哈？我做。哎呦，甲你讲，阿妈别讲，来，乖啊爷咧。哎呦，有安怎无啦？阿妈都甲你讲我。阿妈，你有安怎啊？阿妈。无要紧啊，阿妈无要紧啊。 拄仔是咧吼，赶紧要爬起来，头壳小可戆戆，无要紧来。你拄仔才坐安怎无来？无。来起来。阿妈，你手老花啊？才拄着尔啦，无要紧，来起来。哎呦，哦，拄仔才坐会疼无？袂啊。袂哦。阿妈，哈，手会疼。袂疼啦，这敢若上软尔，无要紧。阿妈来听你啊吼！我真是老安尼，爱袂行。啊，毋过加在阮进门一摆无安怎，后摆咧，敢逐摆会当遮好运哟？我袂用搁再天强啊！阿妹，该通都要找阮阿妹倒转来。 哎，阿母啊，太安静，来你坐啊。嘿啦，来，坐坐。嘿啦，阿母吼，想要拜托你一件代志啦。这你烦有啦？系啊，你都知影阿母讲话吼，无爱安尼短视我教，我就直接甲你讲啦吼。这你讲袂要紧啊。我决定想要来去台北，找阿妹倒转来，顺续甲阿文带倒转来林家。 你那雄雄，我感觉足忝的啦。哎呀，阿母老啊，我已经袂堪了。这几年来吼，我家己一个人一定会想要甲挡落去。不管你甲恁阿爸安怎甲我苦劝，我都甘愿想要做一个老孤困。啊，毋过过去我会当安尼做。 是因为我知影我家己会坎一，啊，不过即马我袂当无承认讲我老啊。人若老吼，就无什么意志，嘛无气力啦。哎呀，我足想阿妹的，
你带我来去台北，我来去带阿妹倒转来陪我，带阿妹倒转来照顾我的厝内，好无？阿母啊，毋是我袂啊，是阿妹伊家己无想要记我，伊嘛无想要转来陪家。不要紧啦，阿妹吼，我会甲讲啦，伊一定会听我的啦。哎呀，你嘛知影讲，阿母伊向伫外人的面头前，我绝对袂去互人看到我软正的一面。过去日子搁较安怎艰苦，我喙齿紧夹咧，目屎拭咧就过去啊。啊，毋过即摆我敢若感觉我做想阿妹，我想要来带伊倒转来。安尼对林家也是平家，拢嘛是真好啊！你讲对无？好无？哎呀，你是安怎问阿母拜托者？阿母，你手哪？是安怎？阿 Q 啊，阿 Q， 麻烦你把迄个医药箱摕出来好无？好，拜托拜托。无要紧啦，切去路着尔啦，小可陪我上无紧。先生娘啊，是安怎啦？哎呦，安尼还中伤啦！我爱进门吼，我家己无势力啦，我家己去跋倒去路着的。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我这后面啊真是感觉讲我老啊，有够无路用啦。阿母啊，无咱暗时我夜车去你台北好啦。真是的哦，你真是要带我来台北找阿妹哦？先生娘啊，你放心啦，这门家己身吼，我会照顾啦。阿 Q 啊，多谢你呢，多谢。玉梅，该吃药了，睡。药包。药吃完早点休息啊。晚安。陈老师，陈老师。今日上哥讲遐话，你无放在心肝底呢？我们不要因为他们的话弄得很尴尬，玉梅，我常听你提起你哥哥跟阿海，他们对你是不是很重要？无毋对，因两个人对我来讲真正真重要。阿海啊，伊对我的爱，这么多年啊，毋捌断过。阮阿兄，虽然伊即摆已经无伫啊，也毋过，伊的爱，待伫我心内真深真深的所在。我甲阮阿兄。阿海啊，物件吼，我替你款好啊啦。多谢。你是安怎啦？阿 Q 啊，我实在唔知要安怎对你讲才好。我
今日答应阮阿母，要甲伊斗阵去台北找阿妹。我事先拢无甲你参详过，煞要麻烦你带两个囡仔，实在足失礼。阿海呀，你哪会安尼讲啦？啊，你毋是一直希望讲吼，阿妹当倒转来啊？啊，即马新新娘嘛接上阿妹啊，你甲新新娘去台北找伊，这嘛是应该的啦。啊，照顾两个囡仔吼，这也无啥啊。Q 啊，今仔个代志，讲起来就是我含慢做人。啊，我一世人安尼混混吞吞，啊，啥物代志拢无法度下决心。我家己艰苦无大劲，煞来耽误着你的一生。Q 啊，你敢知影？伫阮阿母还未来找我进前，我根本就毋敢小想要去找阿妹。我嘛一直咧问我家己，到底是毋是还佫有深深咧爱着阿妹？啊，我顶面去台北找阿妹，我无记着阿妹，我心内底足惊的。但是我若记着伊，我同款嘛惊，因为我毋知影，迄寄李延书转来的阿妹，即马是毋是已经甲我放回去啊？阿海啊，你一定要对你家己有信心啦！我相信阿妹吼，毋是迄款咧野心气骨的查某啊，伊的心内吼一定还佫挂念你，挂念这个皮甲。干安尼？迄当然的啊，阿妹会离开皮甲，迄拢是不得已的。伊以前是安怎照顾你，安怎照顾王伯啊，你敢袂记得啊？这就表示讲吼，伊对你是真心的啊。伊若真心的，啊，伊是安怎要寄李延书转来？是安怎要甲我离缘的？我知影阿妹伊毋是一个自私的人，啊，毋过伊寄你迄李延书转来互我，啊，啥物代志拢无交代互清楚，敢讲伊拢无考虑到我心内底的感觉吗？阿海啊，你莫怪阿妹啦。啊，其实吼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一直拢毋敢甲你讲。迄李延书吼，是阮阿母啊，佮王伯啊，硬逼阿妹签的啦。阮阿母就希望讲你会当对阿妹死心啊。啊，所以就去找王伯啊参详，啊，叫阿妹一定要签字。这件代志，我甲陈新娘拢知影。啊，毋过我惊讲你会甲王伯啊起冲突，所以我一直拢毋敢甲你讲。阿海啊，你若要怪吼，你就怪我啦，拢是我毋对。阿海啊，失礼啦。我哪会当怪你啊？毋管安怎讲吼，我相信吼，阿妹吼心内一定还佫挂念你的。啊，你甲陈新娘吼，紧去台北找伊啦。无得卡，阿妹嘛等你咧开喙，嘛等你家带转来故乡啊。我来带静文啊。多谢。你想阿妹的目睭，敢莫会开刀？照你讲，阿妹的视神经受到压迫的程度并无严重，加在进前你有事先处理，加做治疗，伊脑部的血管应该慢慢消失去才对啦。啊，毋过这时间爱偌久啊？这我嘛无法度决定。我无法度踮咧台湾留伤久啊。啊，毋过我希望我离开台湾进前，会用看到阿妹的目睭好起来。无春呀，你若要规气留住在台湾，也是讲甲阿妹带转去日本啊？照我甲杨局长的约束，我根本就无应该转来。我只是个孤魂野鬼，我哪会用留喺台湾？我希望阿妹的目睭会用早一天看会到，啊，毋过伊看会到伊一天，我袂用互伊看到我，更加袂用互伊知影
我搁活在这世间，大家拢知影林茂春已经死啊，都互因认为林茂春已经无存在。你冒着性命的危险，倒来台湾看你的亲戚，你煞无爱互因知影你还搁活咧。你遮尔啊辛苦照顾阿梅，你煞隐瞒你家己的身份。你一心毋望阿梅的目睭赶紧复明，你煞无希望讲伊好起来，咱看到你。茂春兄，你咧做是何物苦咧？你来遮讲啦！莫搁讲啊！我已经讲过啊。阿梅看会到迄一天，就是我要离开的时阵。入来。陈老师，阿菊，老师，陈老师，你写给我学姐陪爱哟。顺便呢，跟刘医师讨论一下玉梅的病情。啊，讨论了结果安怎？阮学姐是毋真紧就好起来？全靠刘医师的帮忙。对，然后老医师的医术我是足高明的哦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啊，马上。茂春兄，阿梅的药啊吼，会记得照三顿食我。知啦，你去无用你的，免送哈。你先倒过来啊，紧走。刘医师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你讲啥？就是刚刚跟你在门口分手那个人，哦，那是我病的患者。是这样吗？是啊，伊是来看病啊。阿舅啊。那个人的背影真熟，真像林茂春。刘医生，刚才那个人到底是谁？我不是讲过啊，伊是我病的患者啊。少跟我打马虎眼！我问你，他是什么人？叫什么名字？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？我叫伫我的病院出现有啥物唔对？我这是病院呢，病人出入入去，咱就需要经过你的同意。好啊，你说他是病人，那我问你，他什么地方不舒服？生了什么病啊？我要看那个人的病历资料。伊无挂号就走啊，所以伊无资料啦。我不信。要信唔信吼，随在你啦。刘医生，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人的底细查得这么清楚？因为他很像林茂春啊。刘医生，你也是台南人，应该认得林茂春吧？林茂春唔是早就已经死啊？是吗？刘医生，我要看你们这家病院所有病人的资料。你骗什么？林茂春脱逃的时候，在追捕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士兵失踪。后来发现林茂春的尸体，可是就一直没有那个士兵的下落。林茂春的尸体我看过，他
他被溪水泡了几天，已经没有办法辨认了。难道是杨局长移花接木放走了林茂春？难道我看到的尸体是那个失踪的士兵，不是林茂春？迄个姓董的，对你的印象实在有够深，连看到你的背影，就开始起疑心。迄是伊个时阵，想要亲手把我抓起来，让我心问。所以即摆怀疑你根本就无死，对无？其实我要转来，我早就应该爱受到这种危险。啊，不过我思念我的故乡，才会偷偷走的。吴春阳，你伫遮出事，伫遮大汉，这是你的根，你倒当有啥物问题？是无啥物问题。啊，不过我转来，敢若用个做一个黄叶的人，无法度光明正大去面对大家。台湾这片土地，无允准我的存在，所以我一定要离开。我所爱人，才袂去受到伤害。啊，不过，我希望阿妹的目睭用个早一天好起来。我才会用安心离开这。照这情形看来，阿妹的目睭真紧就好起来。春芽，虽然你一心不望阿妹的目睭会当赶紧复平，也不过，你嘛是希望会当加一寡时间陪伫阿妹的身躯边，敢毋是？其实，我看会出来，你犹原深深爱着阿妹，对吧？我能看到光啊！我能看到光啊！陈老师，陈老师，玉梅，陈老师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！陈老师，我能看到光啊！呢？真的？阿妹，恭喜你！老医师，你帮你遮啥？老医师，我请问你吼，我之前看的目睭拢乌乌暗暗，啊，我即马会当看到一点仔光。老医师，我的想代表讲，我目睭就要看得到啊，啥？是啦，阿妹，你一定要有信心，相信免偌久吼，你的目睭就恢复正常啊。老医师，多谢你，拢是你定来看我目睭，定来甲我治疗，所以我目睭才好了这么紧。你无需要甲我说多谢啦，你应该说多谢的人毋是我，这完全哦是陈老师的功劳啦。陈老师，我无要说多谢。当初我受伤的时阵，刚才是你收留我，你照顾我，啊若无，我嘛唔知我会变安怎。陈老师，多谢你。陈老师，陈老师，你有对无？陈老师，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玉梅，刘医师，你们不要那么客气，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。陈老师，谢谢你。陈老师，等我目睭若好了后，我第一个会当看的人是你。陈
陈老师，我就期待你是我的金命恩人，我竟然连你是做什么款都唔知影。我就期待讲我目睭会当今好，我会当亲目睭甲伊说多一下。我也很期待，玉梅，你的眼睛能够早一点看得见，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，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头家真正起笑吞饭，你上阿你起来，求价一摆一百多，无条条话包你送回来，真正搁搞2包泡泡糖啦！哈，阮这上当的哦，叫请价啊，唔啦，生意愈来我店要倒。哎呦，相公，哎呀，你来过来，亲，你也来哦，哪会晓行？来啊，来这啦，来，我摕，来，阿姐喂，阿姐，来啊喂，阿姐，来，紧啦，谢谢啦。看谁来啊？哈，哎呀，还有钱嘛？谢谢你哦。喂，这啦，来，个卡网我放在这来。啉茶啦哈。安行咧。多谢。头哥你话谁来？头哥你。哎呀，啊真是。头哥我慎重甲你介绍一下，阮亲阿妹的阿母啦。有呀。系啊。哎呦，是用名阿母，汉行较济，遮济。哎呦，阿姑娘讲，先生牛，你气质拢无共款。有影的。坐好好啦。哎呦，我怎袂记？我坐唔着位啦。来下来恁擦手。哎呦，唔通安尼讲啦。哎，阿先生牛啊，你这回来台北，是安那？你知影讲玉梅发生代志啊？哟。阿梅发生代志？系啊，顶回阿海啊要找玉梅，玉梅无来，就是因为玉梅发生代志。哎呀，相公，你若无拍电报给我啦？有啊，我都。就迄当阵哦，伊嘛互迄细童的掠去关啊。我甲你讲啦，阿梅哦是互迄个细童哦用车弄啦，弄一个目睭青眉啊啦。啥？阿梅青眉？哦，这个细童哪遐恶劲啊！你那要一直找阿梅的麻烦创啥啦？阿青啊，拜托的啦，阿梅即马人伫倒位，你带我来去看伊好无？拜托的。先生啊，你放心。哎啦，你放心啦，咱即马阿妹哦，好好伫咧，即马秘咧陈老师遐啦，有陈老师咧甲照顾你。陈老师像啊。恁坐啦，别紧张，我咧讲啦，陈老师哦，人足好的，就是陈老师哦救阿梅，若无哦，阿梅我惊，我乱了咧，惊一个。我就知影，我就是想慢起来台北啦。我若量早起来台北吼，对雅芬啊甲阿梅接倒转去故乡哦，都袂发生这个代志啊。金啊，你拄则讲啥？你要接阿梅甲雅芬转去？是啦，我就足思念因的咧。我毋知想讲一撮工起来台北吼，要接阿梅甲雅芬嘛，倒转来林家。你安尼讲是对啊，毋对哈？雅芬伫台北生活了都好势，你要甲接转去，安尼要哪会用你啦？无啦。是安怎袂用的啦？雅芬是我的查某孙呢，我这阿嬷带查某孙倒转来是倒位毋对，是安怎袂用的？我讲袂用你就是袂用你呀！哈，你啦，莫激动啦！你都唔知影你啦。安尼哈？你真正是莫名其妙呢！你这种高明邪教的莫名其妙，你这老翻颠啦！阿兄，你哪会讲安尼啊？我甲你讲啦，你要接阿妹啊，等于甲阿海啊团圆哦，这好大，这我真甲恁恭喜。你若要叫雅文转去，雅文是我细汉饲大汉的呢，对，你要接袂转去，我来肯，我唔肯。是啥物咧？你唔肯啦？我带我家己查某孙转是袂正哪袂用的？你甲我讲袂用你啦！小啊，调是会好啊啦，好话歹话嘛一句话，你若讲啊较歹听啦。先生哦，就知讲哦，上我讲话吼，透过药落，伊无歹意啦。伊是讲哦，雅芬是伊的孙，伊是阿姑甲阿金，你要甲带转去吼，伊唔敢啦。你讲的这我拢知影，我真感谢恁这几年来吼，伫咧照顾阮雅芬啦。若讲骨肉是至亲，雅芬即摆因爸母拢无伫个。我这个做阿嬷对查某孙甲带倒转来故乡，我来甲请大汉到倒位唔对是无？无啦。当然嘛唔对。是安怎唔对哈？
当然嘛唔对。是安怎唔对嘛？你这人哪会安尼怀茶压入走哈？是啥？你讲我怀茶要走？对啊。你是我上世，苏当时春着我想要让你赶出来，苏当时阿春着我想要死在他乡外里的，你上世想看卖啊？怀茶要就是你，唔是我咧，哈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上来。你就唔知咧，我无讲唔好听，你听到别说讲世界无够人啊咧，对唔对？好啦，对啦，你要困啊吼，是啦，咱就误会，咱姐姐来参详啦吼。我人无啥通啊参详的啦，无啥上啊！参详啥？你创啥啦？迄气遐大是要创啥啦？啊，这老反正若莫遐读书，我火气哪会遐大？哎呦，你讲话哦，嘛爱较有公道的。我知影你唔甘雅混啦，啊，不过你嘛应该徛伫咧先生娘的立场想看卖呀。搁较安怎讲，你嘛是雅混的阿嬷呀。你若换做是伊，敢讲你无想要家己的查某孙，才转去斗阵大？你安尼讲是无唔对啦。啊，我吼都听袂惯是哦，你讲的迄款屈势啦，啊，弯弯翘翘，敢若袂输面耳买咧。咱代志嘛，都爱有参有详，对唔对？嘛爱顾虑讲人的感受。伊敢若袂输讲，大家拢爱听伊的话咧。伊这吼看悬无看低啦，伊就是看我无起来。哎呦，哪有可能啦？你嘛知影生新娘讲话哦较直啦，听起来会较爱戏啦。啊，不过伊绝对无可能看你无起的啦。绝对是的啦，你免假骗啦。哎，啊你这个人哪会讲袂出车啦？好啦，啊照你安尼讲哦，我阿青啊，逐工安尼甲你吐槽啦，啊香哥啊，逐工安尼照三顿甲你骂，阮是看你无起笑，根本就是你家己哦心内有鬼啦，上看你无的人就是你家己啦。阿青啊，啊我安尼讲一句，你甲我吐万百句哈。啊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吼，啊你讲别人做代志的时阵，拢无爱甲你参详，那安尼我问你咧，你替雅文做决定的时阵，你敢唔甲伊参详？哈？啊你敢唔知影雅文哦，都甘愿对你这阿舅啊？这都无共款你咧。有啥物无共款啦？人生新娘会当互雅文一个较好的环境，会当栽培雅文哦，摕到大学毕业，你会当互伊啥呢？我若是雅文，我才无爱对一个逐工伫咧弄流的阿舅啦。有影啦，我这个做人母舅的人哦，实在够无路用。伊若来参我大哦，伊免来有出头啊。你安尼讲嘛无唔对啦。雅文你家己的代志哦，我要为家己来做决定。假使讲伊若真正要当你的讲，我这个做人母舅的嘛无迄个资格通共反对。阿雄啊，就算讲全世界的人哦，拢看你无起，啊，不过有一个人绝对袂，因为伊知影你是全世界上善良、上有义气、上缘投的男子汉。你敢知影迄个人是啥？好啊。等你两个阿某讲，迄个时间干嘛啦？迄星期二吼，咱已经吼甲阿大好势啊。等你两个阿某是参详了安娜，到底是吼有要带星期二去看玉梅啊无啦？哈？一个哦是阿梅的阿母，一个是阿梅的翁婿。我较安怎讲哦，咱嘛无理由无爱带伊去看阿梅啊。对啊，人安那用我讲，嘛是雅芬的阿嬷啊，雅芬吼嘛是爱互转去归家，你毋才对。小人呐，阿姑阿金，转来啊，乖，转来啊，吼，你下过来啊。阿姑见来盼墙。哈，雅文啊，你小等来啦，恁较等来才来去吼。啊。哎呦，真盼墙甲讲啦。无啦，毋是。雅文啊。等一下，阿姑有话要甲你讲啦。啊，嘿啦，雅文，你还记得台南庄脚遐有一个鱼港，你会记得无？阿舅若要带你转去迄个鱼港，你敢袂？阿姑见来盼墙啦。哎呦，雅芬呐，雅芬。你是雅芬哦？阿姑，你像啊？阿姨都，我是阿嬷啦，雅芬，你会听得无？我阿嬷呢？雅芬啊，叫阿嬷。
无要紧啦，以前吼都还阁唱你抱咧，久无看吼，伊才会生分啦。雅芬，我阿嬷呢？来，阿嬷看一下好无？雅芬，恁囝啦？姑，我转去来带转去啦。雅芬啊，阿嬷就是要带你来转啊，阿嬷带你转来故乡好无？袂啊！你哪袂啦？雅芬，你无想要转去恁阿母的故乡哟？我袂，我不爱转去啊！我阿母就是我厉害些。阿姑，我转去来带转去啦，紧的啦，阿姑。阿雄啊，你先带雅文转去。有紧的啦。好啦。先生你话，食啦，这间的车面哦，真出名呢。哦，阿母，你有想要想较济啦，雅芬一定是较生分，过2天就好啊。你免甲我安慰啊，伊毋是生分啦。囡仔的目睭吼是袂讲白在啦。我看到雅芬咧看我的时阵，伊目睭内吼是安尼个足怨愤的。我知伊一定是足恨我。无啦，先生娘啊，雅文是一个囡仔，哪会知影啥物怨恨啦？你哪会袂？我知一定是哦，伊将因老母的代志拢怪到我的身上。剩着我的错误，我确实是都要负责任。啊，不过我是要安怎去甲伊解释讲，因老爸的死都是因老母的无知造成的。我这个做阿妈的悲哀，是要安怎去甲迄个孙讲？伊还阁遐少岁，我要拿林心豪去面对遐个不幸。先生娘，莫安尼啦。对啊，先食啦，吼。对啦，好。头家娘，什么贵事啊？唔是贵事啦，是麻烦事啦。阿雄嘞？我唔知啦，我哪知伊去倒？你唔知影伊去倒位？我敲西伫伊的身咧，伊要去倒，伊也无甲我讲话，我要来知。我搁再问你一摆，你走去倒位啦？啊，我嘛搁甲你讲一摆，我唔知啦。你，哎，这不是林老夫人吗？还给我骗大海哦！伊都是迄个细动的啦。林老夫人，你遐尔远对台南转来台北，一定是发生什么重大的代志吼？哦，刚讲是吴强梅有发生什么不测啊？我听你咧凊彩讲的啦，我人们绝对比较长命的啦。你这句话有真深的意思哦。相公，您知影伊人伫倒位？唔知，唔知啊，唔知啊，唔知啊。你讲，伊人伫倒位？你莫安尼，你莫安尼。闪啦！阿母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喂，你哪会在想安尼哈？我搁再问你一遍，伊人伫倒位？你拢唔讲信，不要紧啦，我就唔信，我无这个材料甲伊查出来啦。你笨手啦！哎呀，谁啊？谁？笨手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搁找我有麻烦哦，你免不管谁甲你看报地，我跟你讲。你骂我啥物？笨手啦，安怎？你的声音我听起来真熟悉。前几工啊，有2个唔正囝甲我看报地，其中有一个人嘛骂我是笨手。你声音甲你同款，敢讲迄个人就是你？唔是啦，哎呦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你误会啊，唔是啦。就是我啦，安怎？哎呀！
你真好大胆啊你！我当然嘛好大，安怎？某地是我砍的啦，骹拍是我站的啦。恁爸就要教示你这种专门欺负善良百姓，我害我一家伙仔农家煞地不爽啦！你别做爽个做抗议啦，安怎？哎呀，莫安尼啦！哎呀，莫安尼啦！莫安尼啦！你讲的话吼，我拢会记条条啦。我甲恁讲吼，我这世人哦，绝对袂把吴耀梅甩啦。后一个吼要对的人哦，就是你啦！来讲，安怎？来啊！较犀利啊！来啊！互咱袂厉害，莫安尼啦！莫安尼啦！莫啦！哎呀，即摆害啊啦！你知影梅无死，这是要哪？这是要哪啦？先生娘啊，我特别哦，冲一锅茶互你啉啦。多谢哈。来啦，来啦。来，阿海，来。多谢。饮茶啦。哎，阿青啊，拜托的啦，你先带我来去看阿梅好无？我一个心肝头感觉足不安的。先生娘啊，我是烦恼吼，迄个姓董的知影阿梅哦，还阁活咧，伊一定会想办法跟踪咱啦。若是互伊知影阿梅的下落，安尼就惨啊啦。所以为着要保护阿梅哦。恁两个人去看阿梅的代志，一定要小心安排啦。对啦，阿青讲的有道理啊。这我拢有知影啦，啊，不过我若无看到阿梅哦，我就安尼心悬心惊，我足烦恼的。先生，你坐啦，莫免烦恼啦。会去思量阿梅的心情哦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替你想办法的啦。好。对啦，阿海啊。你甲迄个姓董的有当面闭面，我看你也是小撇一个，迄种人哦，互咱袂掠的啦。我才唔惊咧，我阿海啊，一世人拢在甲海搏性命，出生入死几落遍啊，我才唔惊迄个什么姓董的。人吼会当甲海争，迄是天命。天大地大，咱敢若会当认命，啊，毋过咱是袂用个无寿命呢。迄款小日的重伤哦。是比海搁较可怕，搁较无情。阿海啊，咱无需要甲迄款人伫咧搏性命。阿母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会小心啦吼。我若是想到阿梅哦，家己一个人，拄爱面对迄个少年的陷害，我想到就足唔甘的。我当初是安怎若袂答应，互伊倒转去人家？啊，但伊即马目睭青面啊！我若想到这，我就愈想愈艰苦。阿母，你莫伤心啦，只要咱甲阿梅接转去厝的，一切拢会无代志啊，吼。是啦是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恁两个人哦，若是斗阵去看阿梅。安尼伤过明显，会互人发现。不如吼，我甲先生娘继续去踅街啦。啊，趁踅街的时阵哦，才来找机会，我去看阿梅。啊，看咧。你哦，你着搁等一下啦。好啦，海啊，安尼好啦，阿青啊，啊，即马来去，你紧带我来去啦。即马去哦。嘿啦，好啦，好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进来。啊，你袂晓细腻呢。好啦。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就话一切。有人咧对咱呢，要安怎？你对我来好。人若知后看面就知啦，无下大啊，搁别个安尼一日百日啦。
先生的话，阿梅哦，住伫咧中正路55号啦。啊，头前有一间干仔店，你加做去买物件，我去甲伊引起包围。先生的话，莫紧张啦。头前迄间啦，哦。阿妹困起啊是？休啊，食咯，即马咧困。伊即摆对光吼开始有反应，伊的目睭应该无问题啊。我差无好。是啥？应该是阿青吼来看阿妹啦。无存。为了遵守我甲杨局长之间的约束，恐惊我无法度甲你团圆。你意思是讲，阿妹目睭若好个，你就一定爱离开？阿母，后事不好，害你受苦，请你原谅我的苦衷。咱也无犯法啦，你凭啥物来咬咱啊？知道在哪里哦？你放手了，你像啊，阿母！大皮，你说不说？知影个安怎？你别想想爱甲你讲啦。阿妹伊嘛是坚持要甲你离婚。高飞啊，代志大条。袂用的啦，这我哪有法度接受啦？就算我阿妹做这个决定，伊嘛应该当面甲我讲啊。就算讲伊要甲我离婚，伊嘛要亲嘴甲我讲啊。你讲我伫倒？有看到？有看到？杨哥，我感觉有物件伫我头前安尼喊来喊去上。迄毋是物件迄我啦！你真正有怪着啊，姐啊，有怪着啦，有怪着啊！哎呦，阿青嘛，你是安怎咧哭啦？哎呦，哪有啦？我欢喜啦，我都欢喜。对啦，欢喜啦，来啦，这坐啦。老医师，你是毋是知影讲无春甲阿梅，伊两个人有感情存在的代志？既然我甲知影讲无春甲阿梅，伊两个人互相有意爱，那安尼我就不准阿梅搁再倒转去故乡，我会叫伊留在台北，因为阿梅若倒转去故乡了后，伊早晚总有一天一定有甲阿海啊做伙。你开枪杀我！你有种就开枪杀我呀！你看我敢不敢？我还是要你啊！苦苦的思念，夜夜在徘徊。风吹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
是笑亏，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嗟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特别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水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特别，阮是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句话。